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类题，先看一下题型。空從了後，愛出門前要做哪道事情，請講出事項。像这样子的题型啊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带入这样的句型：我要先做哪个事情，做第一种事情，在第三种事情，保密做第四种事情。先 A、B 再 C， 最後好 D。套用了句型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明日早晨起床過後，我要先去洗面、沖牙齒，再換衫褲，保密整理書包貼，就行路去學校位。男士現場的朋友可以這樣回答：明日早晨起床過後，我要先去洗面、沖牙齒，再換衫褲，最尾整理書包盒，就行路去學校位。接下來我們再多做一個練習，看一下練習題。在路上看到一隻流浪狗，又臭又惡做，青菜糕。請問我用來做怎較好？我們的句型我要先用來做，再用來做，保密用來做。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我要先拿東西本記食，再同佢帶轉屋卡洗身，保密聯絡動物保護處的人來聽訴處理。男士現場的朋友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：我要先拿東西本記食，再同佢帶歸屋卡洗身，最尾聯絡動物保護處的人來聽訴處理。